高中以下校拢开学，这一天校防疫工课，大家拢真张持。像讲桃园有一间国小，因喷醋氯酸的喷雾做一条防疫的磅空，互学生囡仔会当行过，安尼来消毒。也毋过这个办法引起到医生有无同的意见，认为讲这款的醋氯酸敢若会当用伫咧环境消毒，若是喷入咱人的身躯，可能对咱人有败害，校赶紧甲伊摕掉。另外，台北也有宜兰拢有校来设防疫的布棚，按算要互发烧的学生囡仔。甲因隔离伫遮，落尾因为有人有意见，宜兰县政府已经下令爱摕掉，若台北是继续用。开学的日子，校严格咧执行防疫的作业，桃园龙潭都有小学仔来打防疫喷雾的走廊，互学生仔一个一个来通过，一面来喷抗菌液。本来是想要互防疫加一层保障，但煞升起外界质疑，因为醋氯酸可能会影响人的健康。因为你的用法不同，其实风险会不一样。不建议这样子拿来做喷洒的状况，因为第一个你有可能会被吸入，第二个部分它的喷洒不均匀，所以其实根本没有达到很好的消毒。因为每个专家的看法不一样，那其实我们做的是非常少浓度的一个方式，那也是社区的美意。那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全部拆除了。引起争议了后，学校就来将防疫喷雾的走廊拆掉，因为有医生伫咧面册铺文，表示醋氯酸有毒性，嘛毋是对细胞无败害，建议大家使用就要较谨慎咧。除了喷雾的走廊以外，宜兰甲台北嘛拢有国校仔来咧搭棚厝，医生要来做发烧学生的隔离区，毋过宜兰县政府要求来拆掉。要拆掉，对不对？不要这个学校的一些防疫的努力不要被误解，大家对帐篷有疑虑的话，那我们就找一个更好的一个空间。宜兰大前国校啊，因为校舍无够，出奇招来搭棚厝，煞互人骂，只好另外来找较适合的隔离的教室。若同款搭棚厝的台北实验国小，就免拆。搭一个棚厝有2种无同的反应。开学的日子，校防疫话题是真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